今集旅行揾酒店系列帶大家嚟到澳門。如果想睇嘅話，記得訂閱旅遊通呢個 channel， 按埋 like 同 share， 我哋馬上去片。由酒店入面開始，逐樣同你介紹下，包括酒店房間開箱、酒店餐廳、酒店天台酒吧，同埋附近有咩好食。澳門新中央酒店嘅房型有雅致大床客房、高級豪華雙床客房、專上露台客房同埋至尊露台客房。每款房型都混合咗1920至1940年代嘅復古風格同現代化設備，俾旅客一種獨特嘅懷舊體驗。今次同大家開箱嘅係雅致大床客房。澳門嘅新中央酒店呢，係一間將過百年歷史活化成為精品設計嘅老牌地標酒店。佢前身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，俾人活化之後就定位成復古懷舊主題嘅歷史精品酒店。呢度既有老建築嘅故事感，又加咗現代住客需要嘅智能同環保元素。大堂用咗復古地磚、舊箱同懷舊裝飾，營造出一種穿越返去舊時澳門嘅氛圍，有啲文青 feel， 但又唔失典雅。今次介紹嘅係新中央酒店嘅雅致大床客房。呢款房型嘅房間面積大概係22到25平方米，房裏面有一張大床，仲有好多款枕頭揀。張床前面係部大電視同埋啲懷舊風裝飾，仲有部復古電話。成間房好似一個執得好整齊嘅小型展覽館咁，好適合慢慢欣賞同埋打卡。房裏面有個迷你吧，有好多款飲品同小食都係免費享用㗎。常見嘅有汽水、啤酒、紅酒等等。個迷你吧用咗古典木櫃嚟設計，上面整齊咁擺咗手搖磨豆機、濾杯同熱水壺，手動磨豆嘅設計，等住客可以親自磨咖啡豆，聽住磨豆聲，聞住啲咖啡香味喺房度挑開，真係好正。房度仲有密封包裝嘅咖啡豆、濾紙同濾杯，只要磨好咖啡，沖啲熱水，就可以喺房裏面整到一杯手沖咖啡，過程簡單又好玩。至於雅致大床客房嘅浴室係獨立淋浴間配單罐洗盤設計，地面多數用復古花磚或者蜂巢磚，加上鋁色燈框同古銅色五金，成個感覺好好溫暖，又有懷舊味。沖涼嗰陣好似去咗老電影場景裏面咁。台面上面有金屬或者厚身質感嘅漱口杯、香皂、潤膚乳同擦手巾，日常要用嘅盥洗用品好似牙刷、浴帽、梳仔等等，全部都有齊，收埋喺個小盒裏面。仲有個又實用又夠風力嘅風筒，等住客洗完面可以快啲吹乾頭髮。衣櫃入面有浴袍同埋厚身嘅室內拖鞋，下層擺咗個電子夾萬，方便住客收埋啲衫同貴重物品。早餐喺酒店入面嘅碧麗宮餐廳度食，個牆用咗拱形窗、木質裝飾同埋綠色牆身，整到有啲老電影 feel。供應時間大概係朝早7點到11點，係一人一份套餐形式嘅，唔係自助餐㗎，
可以揀其中一款中式套餐，或者西式套餐，每份都會跟嘢飲同生果之類嘅配搭。如果大家仲想睇多啲有關中式套餐或者西式套餐有咩食，可以睇返澳門3日2夜嘅第2集。晏晝同夜晚仲可以試到佢哋嘅套餐或者廚師精選菜單。到咗下午茶時段，佢哋會將啲西式甜品放喺中式點心籠上面，真係得意到爆，打卡又好睇，食落又滋味，包你印象深刻。澳門新中央酒店嘅天台係以1928年做主題，結合咗舊建築同夜景，係一個好有復古 feel 嘅露天地方，好適合嚟飲啲嘢、打下卡，感受下澳門上空嘅氣氛。個天台位置可以俯瞰成條新馬路一帶，向外望到澳門歷史城區同內港方向嘅城市燈火，個景好開揚，係住客評價入面最值得上去睇嘅景點之一。入住嘅客人通常會收到天台飲品券或者迎賓酒。如果你哋仲想知多啲關於飲品券或者迎賓酒有咩飲，可以睇返澳門3日2夜嘅第1集。澳門新中央酒店附近，行幾分鐘路就去到大三巴，周邊都係地道小食，有土生葡菜同懷舊茶檔，最啱一路行街一路送食嘢嘅區域。新中央酒店附近真係隨便轉個彎都有打卡位，隨便一撳都係澳門嘅明信片畫面。新中央酒店就喺澳門歷史城區嘅心臟地帶，一出門口就已經俾世界文化遺產級嘅街景包圍住。以示庭前地離酒店大概行1-2分鐘就到，跟住沿住啲石板路慢慢行，大概10分鐘左右就可以行到大三巴牌坊同大炮台、玫瑰堂、主教座堂、仁慈堂、郵政局大廈呢啲建築，全部喺酒店附近行路就到噶啦。影相嗰陣成個畫面都好有復古歐陸味道。旅遊通頻道已經正式開咗 Facebook 同 Instagram 啦。之後除咗片裏面講到嘅行程重點，2個平台都會同步更新更詳細嘅旅遊資訊，等你可以隨時查返路線、交通同埋實用小貼士。Facebook 同 Instagram 仲會不斷加埋各地嘅美食推介同打卡景點介紹，由人氣餐廳到隱世小店，由必去景點到冷門小區，全部同你整理好。記得幫旅遊通 Facebook 撳個追蹤，Instagram 撳個 follow， 再加埋開啟通知，下次 plan trip 就可以一邊睇片一邊對住啲 post 揾靈感。